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11节、45节，创世纪第29章第9节到14节，使徒行传第7章44节到5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违逆。每次读到雅各的舅舅拉班的记载，总是会觉得对雅各觉得很惋惜啊。即便是有基督徒认为爱欺骗的雅各，他不配得到上帝的祝福，但事实上我们知道雅各他受到母亲的影响。在今天的圣经的记载，我们看到他母亲娘家的一个品格。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14节，拉班他说：“你真的是我的骨肉之亲。”但是他后面接续所做的却是违逆他的人性、家族的关系以及上帝的旨意。创世纪29章第9节到14节，雅各还跟牧人说话的时候，雷结领着父亲的羊到了，因为她是个牧羊女。雅各一看见雷结和舅舅拉班的羊群，就去滚开井口那块石头给羊喝水，然后他就亲雷结，激动地哭起来。他告诉雷结：“我是你爸爸的外甥，是利百加的儿子。”雷结跑回去告诉他的父亲。拉班一听见外甥雅各来了，就跑出去迎接他，拥抱他，亲他，到他的家里来。雅各把一切的经过都告诉了拉班。拉班说：“你真是我的骨肉之亲。”雅各就在那里住了1个月。我们经常在看到圣经里面记载的选民以色列人，他们违逆了上帝的诫命，远离了上帝的道路。司提反在众人面前提到了犹太人的问题。使徒行传第7章44节到53节，我们的祖先在旷野有象征上帝临在的圣幕，是他吩咐摩西依照他所指示的模型造成的。后来我们的祖先继承了这圣幕，当上帝在他们前头赶走外邦人，占据那片土地的时候，约书亚和他们把圣幕搬到那里去，直到大卫的时代。大卫蒙上帝喜悦，就请求要为上帝就是雅各的上帝建造一座殿宇。可是后来为上帝建造殿宇的却是所罗门。其实至高的上帝并不住在人所建造的殿宇里，正如先知所说，主说：“天是我的宝座，地是我的脚凳。你们能为我建造哪一种殿宇呢？何况是我安息的地方。这一切不都是我亲自创造的吗？你们这些顽固的人啊，你们心胸闭塞，充耳不闻上帝的信息。你们和你们的祖先一样，总是跟圣灵作对。哪一个先知没有受过你们祖先的迫害呢？先知们宣告那公义的仆人要来临，你们的祖先却把他们杀了。现在你们竟又出卖那仆人，杀害了他。你们是接受了上帝法律的人，这法律是由天使传下的，而你们却不遵守法律。诗篇105篇第1节到11节、45节，你们要感谢上主，宣扬他的伟大，要向万国述说他的作为。你们要歌唱颂赞他，要述说他所做奇妙的事。你们要荣耀他的圣名，愿所有寻求上帝的人都要欢乐，要向上主求帮助，要时常敬拜他。上帝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啊，他所拣选的雅各的子孙啊，你们要记住他奇妙的作为，要记得他所施行的审判。他是上主，是我们的上帝，他的权威遍及全地，他要永远信守他的约，他的应许达到千代，
他要信守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守住向以撒所发的誓。上主和雅各定永久的条例，和以色列立永久的约。他说：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，作为你自己的产业，也要为他的子民遵守他的法律，施行一切的诫命，要赞美上主。求上主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遵守上帝的诫命，让我们在真理的道路上面来追求信仰的生命，追求上帝的公义、旨意。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